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下也是从撒母耳记上第34天的共读。今天要请素清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愿你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你奇妙的作为。愿你的话语深植在我们心里，指引我们前面的路。主，你是得胜的君王，你已战胜了死亡，帮助我们放胆跟你走。也求你保守这次洋流台风在台马里以及其他地方所造成的灾害尽速的复原，重新得力。我们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下的第1章看见有一位亚玛力的青年是佣兵，是投靠以色列的军队。他编了个谎，说这个扫罗是他杀死的。那他以为来到大卫的面前可以得到奖赏，结果却被大卫给处死，因为他杀害了上主的受膏者，在大卫的心中定了自己的罪。那大卫和部属呢，他的部下都为了扫罗的家族撕裂衣服，悲伤进食。那也可以看见大卫他跟随大卫的人呢，都知道大卫他心里面所思所想。那大卫也将耶和华的受膏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那这是大卫一生所遵行的。大卫也悼文来纪念扫罗还有约拿单2位心目中的英雄，并且要他的犹大宗亲能够继续来传唱这2人的事迹。虽然他们不是同一个支派宗派，但是却在大卫的心中依然对他们的纪念，还有就是并没有去发出怨言，而是歌颂他们在世上的英勇的行为。好，那么今天要继续来读第2章。好，那请苏清长老带我们来读第2章的第1节到第7节。这事以后，大卫求问上主，我可不可以上犹大的一个城镇去？上主回答，可以。大卫问，哪一个呢？上主说，希伯伦。于是大卫上希伯伦去，他带着他的2个妻子，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加密人拿巴的遗孀艾比该，也带着部属和他们的家眷一起去。他们在希伯伦周围的城镇住下。犹大人就到希伯伦来，高立大卫做犹大的王。大卫听说基列的亚比人埋葬了扫罗，就派使者到那里去，说：愿上主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对扫罗王忠心，把他埋葬了。愿上主对你们信实，永远爱护你们。我也会因你们所做的善待你们，要勇敢坚强。你们的王扫罗死了，但犹大的人民已经高立我做他们的王。那这事以后就是在扫罗死了后，那大卫他虽然可以没有看起来应该可以得享平安因为追杀他的扫罗已死，但是到底扫罗他的部下还有扫罗他所带领的国家对大卫的定位，对大卫的想法是什么，还有待清楚。因为大卫有一段时间16个月来投靠这个非利士人，甚至跟着非利士人要一起来出征以色列，所以大卫心中也很犹豫，所以他求问，虽然没有说他是不是用以弗得，但应该是用以弗得来求问上主可以上犹大吗？虽然犹大是他的一个故乡城镇，但是他仍然小心求问，因为他不确定。那上主说可以，他又问说可以去哪个城？那大卫就说上主回应大卫就可以到希伯伦了。所以这也是希伯伦的第2次的出现。第1次出现呢是在30章的时候，那就是大卫打赢了亚玛力人。好，那从亚玛力人得到了金银财宝这些的战利品。那他除了分给600个部下，还分给13个犹大的城镇好，那这是希伯伦就是第13个。那在这城镇当中都有大卫的密友好朋友。那这个希伯伦第1次出现在撒母耳记上，
好，那这里是第2次出现哦，那所以上主选中这个地方。那至于希伯伦呢，在圣经当中出现的非常早，就是创世纪的13章。好，那这里就讲到了这个这个希伯伦，是亚伯兰跟罗德分开之后，好，那这个亚伯兰就到希伯伦的曼利橡树在那里啊。那后来亚伯拉罕向这个赫人买了这块地啊，就变成麦比拉洞啊，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妻子的坟地啊，好，那就是撒拉的墓。好，那今天的希伯伦依然还在。好，那而且希伯伦呢，从创世纪从民数记的13章22节呢，就有记载说这个城呢比埃及的索安还要早就开发啊，所以它的城的时间呢，可能在2600年啊，就是离我们将近快要5000年前呢，就已经开创了这个城了。好，那这是今天希伯伦麦比拉洞。好，那现在这个地方呢，也是有这个这个伊斯兰阿拉伯人还有这个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但是呢以这个伊斯兰人居多。好，那他们决定，那大卫也顺服啊，好，那就上帝说去哪里他就去哪里，那他就带着妻子。好，那这个妻子在25章有提过，好，那就是2位妻子，应该是第2和第3任的妻子啊，但是已经没有提到第1任啊，因为第1任这个米甲呢已经被扫罗改嫁，那所以大卫就去到了希伯伦，没有想到去到希伯伦得到希伯伦人的欢迎哦，他们就高大卫为王哦。所以这个事情呢，虽然发生的很快，但是呢，前面我们如果从撒母耳记上看下来，那应该是大卫有一些的预备，那也是上主开的这条路，那这也是大卫第2次被高为王，第1次就是在撒母耳记上16章，是撒母耳高他为王，好，然后很快他就要去上战场去打歌利亚，那这也是第3次。对不起，第2次啊，好，那在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呢，还有第3次，好，那就是他做整个以色列的王啊，好，所以大卫的一生有3次被高为王，而大卫高为王，那大卫呢，他并没有特别强调他什么政绩，好，反倒有人将基列雅比人对扫罗这个无头尸好的这个收尸好埋葬火化的这个英勇行为呢，告诉了大卫，所以大卫呢也且人回应他们，就是他们的善行，愿上帝纪念。那甚至大卫也在这边自我介绍，他已经被他的犹大家呢，犹大支派高为犹大支派的王哦。好，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不管以色列现在的王是谁，有没有王，但是呢，这个大卫他就起来承担这样的责任。好，那基列雅比呢？不是犹大支派，好，那是在约旦河东边的地方哦。好，那或许这也是大卫借此呢，让他能够知道基列雅比好，可以成为大卫的盟友。好，那大卫不论基列雅比是不是愿意投靠以色列好的其他支派或是其他的王，但是大卫也为他们祝福啊，要勇敢坚强。好，那接着再请书记长带我们来读第8到第11节。扫罗军队的元帅尼尔的儿子押尼尔跟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一起逃过约旦河，到马哈念去，在那里押尼尔立伊施波设做王，统治基列、亚设、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事实上是全以色列。伊施波设做以色列王的时候40岁，他统治以色列共2年，但是犹大之族都忠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治理犹大共7年半。那这里讲到回到扫罗的军队啊，扫罗死后和他的儿子死后，可以说那一次以色列大败，非利士大胜，是以色列开国以来最大的失败。但是扫罗的部下呢还在，所以扫罗死，好，那他的元帅没有死，好，那这也是可见元帅应该就是顺利的脱逃啊。好，那
我们从今天这一章也可以知道，这个元帅呢，好，这个亚尼尔呢是很会跑的人啊。好，那他脱逃之后呢，好，扫罗还有一个儿子，就是伊施波设。那后面知道他已经40岁了，那这里知道他已经40岁，所以他并没有上战场跟约拿单跟扫罗另外的其他的儿子一起上战场啊，而是亚尼尔呢就带着他渡过河到了马哈念去啊。那马哈念呢是在约旦河东的地方。好，那它的意思是两个军营啊，两个军营。那这也是很早就出现在创世纪32章。好，雅各呢，好就在这个路上遇见神的使者。好，那这是马哈念呢，是雅各所取的名字。好，那但扫罗知道，后来知道扫罗对不起，亚尼尔知道扫罗已死。亚尼尔是扫罗的堂兄弟啊。好，那他知道扫罗已死之后，那他就设立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做王啊。那这伊施波设呢，又叫伊施巴利，好，在历代志。那在撒母耳记上，好，也这个伊施波设有3个名字。好，那他做王的时候40岁。那所以他统治以色列呢只有2年。好，为什么只有2年呢？好，我们读到了第4章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伊施波设就被杀了。好，那所以时间并没有，扫罗死后2年，伊施波设也死了。好，那但是呢，犹大支族呢都忠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当王有7年了。好，所以有5年的当中，好，那就是5年的当中呢，除了大卫跟伊施波设，好，这5年当中呢，就是大卫家跟扫罗家在互相争斗的时候。那么继续请苏信长带我们来看12到16节。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的臣仆从马哈念到基遍去，以路亚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臣仆到基遍的池旁跟他们相会，大家都坐好了，一队在池这边，一队在池那边。亚尼尔对约押说：“我们各派几个年轻人出来比武打斗，如何？”约押回答：“好。”于是伊施波设和便雅悯之族推出打手12个人，跟大卫那边的12个人打斗，每人都抓住对方的头，用剑刺进对方的肋旁，这样24个人都倒下去，死在一起。因此基遍那地方就叫剑场。好，那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6个月，7年半，好，那就是90个月。好，那伊施波设呢，好，在约旦河东做王呢，好，那2年24个月。好，那选在约旦河东呢，好，也是因为可能离非利士人比较远，好，可以比较安全，好，所以也可以大概看出他们的心态。那但是有一次呢，亚尼尔和伊施波设的臣仆，好，到基遍去。好，那这里是这个撒母耳记第1次提到基遍这个地方啊。基遍这个地方呢，这张图是让我们看到亚尼尔呢，就是扫罗他的堂兄弟啊，成为扫罗军队的元帅。好，那大卫呢，他有这3个侄子，好，是他的姐姐西鲁亚好的3个儿子亚比筛、约押和亚撒黑啊。好，所以这是大卫的元帅。好，所以他们的元帅呢都是他们的亲戚。好，那一个是跟扫罗同辈，好，一个是大卫的后辈晚辈。好，那这里第一次提到基遍。基遍呢是出现在约书亚记的第9章啊。好，那就是上主要这个约书亚进迦南地，要杀光所有迦南地的人，但是基遍人呢就乔装好，然后呢不是迦南人，好，然后要约书亚跟他们立约不能杀他。好，那所以这基遍的人呢后来就被一直留下来啊。好，那他们约在基遍，那甚至在池旁相遇啊。那这个池呢，好，有2队。好，那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至少在这个亚尼尔扫罗这一家呢，扫罗这一边呢大概有360人以上。好，在这里。那大卫应该也不少，好，大卫家的人应该也不少，但是扫罗不在场，大卫不在场，而是两边的元帅在这个基遍相遇。
那他们就要互相的较量啊，因为他们一边做王，一边也在做王，所以他们就派出说让年轻人各派12人，就12人打斗之后呢，24个人全部都死在一起啊，所以可以说旗鼓相当，但是也可以看出他们这样子的做法呢是两败俱伤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打斗的这个水车地方呢叫做剑场。那和本保则有这个希伯来原文叫做西利甲哈树林，西利甲哈树林，意思就是刀剑片野，人都不见了，只剩下军器啊，人都死了。好，那再请苏县长带我们来读17节到23节。以后双方发生剧烈的争斗，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被大卫那边的人打败了。喜路亚的3个儿子都在那里，他们3人是约押、亚比筛和亚撒黑。亚撒黑能跑得像野鹿一样快，他就去追亚尼尔，不偏左右，一直往前追赶。亚尼尔回头一看，说：亚撒黑，是你吗？亚撒黑说：正是。亚尼尔说：不要追我，去追别的兵卒，抢他们的东西吧。但亚撒黑还是穷追不舍。亚尼尔再对他说：不要追我，你要我杀你吗？我杀了你，怎么对得起你哥哥约押呢？但是亚撒黑仍然不肯转离，因此亚尼尔向后扔出他的矛，刺穿了亚撒黑的肚子，矛从他的背后穿出，他就倒下死了。每一个赶到亚撒黑倒闭那地方的人都停脚站住。那因为这个剑场，好，那24个人都死了，所以并没有赢家，好，那大家都心怀不甘，好，那所以这个较量一开始是说较量，好，因为本来都是以色列人，好，也不是仇敌，好，只是因为扫罗追杀大卫的这个阴影还在，所以他们就发生了，后来演变成剧烈的争斗。那亚尼尔和这个以色列呢，就是属于大部分的以色列。被大卫那边的人是打败哦，所以虽然这个亚尼尔他有人数的优势，但是大卫有上帝做靠山，所以大卫家呢打败了扫罗家，那甚至呢打败之后呢，就是大卫家追赶扫罗家的军队啊。好，那特别是喜路亚，就是大卫的姐姐的3个儿子，就是3个侄子，约押、亚比筛、亚撒黑，这个亚比筛，曾经跟大卫潜入到扫罗的军队当中，3000个精兵当中，拿走了扫罗的这个水壶和扫罗的军器就是这个亚比筛。那亚撒黑呢，他又像羚羊一样，像鹿一样跑得非常的快啊。亚撒黑的意思就是神所造的，那他就不断的追赶亚尼尔，因为亚尼尔又被大卫家打败。那亚尼尔呢，他的真的这个很会跑，所以这里已经形容亚撒黑跑得像野鹿，像羚羊。那追赶这个亚尼尔呢，是直直的追赶不偏左右。但亚尼尔更会跑，他怎么跑？就是亚撒黑就是抓不到他。所以以至于甚至亚尼还可以一边跑一边回头跟亚撒黑对话。好，那说你是亚撒黑吗？所以他们都认识。亚撒黑说我是。好，这个对话是一边跑一边在对话。亚尼尔说你不要追我，你去追别人啊，好，去抢他们东西。但是亚撒黑不管啊，他就是要追亚尼尔。那亚尼尔说这个从这个图可以看到亚撒黑跟亚尼尔，那他们的这个的名字在英文当中都是 A 开头的。好，那他们在追赶的当中呢的对话呢，好，亚尼尔呢还说你再追我，我要杀你，但是我杀你会对不起你的哥哥约押。好，那这个约押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大卫家的元帅啊，这个元帅，所以2个元帅呢，会不好意思，其实他们也有分寸，就知道说他们本来就应该要相亲相爱，但是他们只是各派12个年轻人出来较量就闹成今天必须要对战的这种下场。那但是亚撒黑呢只顾着追，那
不说话，好，所以亚尼尔呢就向后扔出他的矛，和本说亚尼尔就用回马枪啊，好，就刺入他的肚腹啊，好，所以亚尼尔还是有作战的经验，好，因为他跟在扫罗已久，好，而且以年纪来讲，好，亚尼尔也比亚撒黑大了很多，好，一个光扫罗就比大卫好高了1倍，好，那可以做他的岳父，好，那这个大卫呢，又是亚撒黑的叔叔啊，好，舅舅，所以呢，这个年纪来讲也是有差，好，但可以看出亚撒黑再会跑，好，亚尼尔更会跑。好，那再请这个苏清潮带我们来读24到28节。但是约押和亚比筛起来追赶亚尼尔。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来到亚玛山，就是在基亚的东边，通往基遍旷野的路上。便雅悯支族在结集，剩下的人跟随亚尼尔，聚守一座山头。亚尼尔对约押喊话说：“我们要永远打下去吗？难道你不知道，到头来双方的冤仇会愈结愈深吗？我们是你的同胞，你还要等多久才下令停止追赶我们呢？”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发誓，如果你刚才不说话，我的部队会继续追击你们，一直追到明天早晨。”于是约押吹号角，命令他的队伍不要再追赶以色列人，战斗也就停止了。那亚撒黑追赶亚尼尔，应该是跑在最前面，因为两个都非常的会跑。那后来跟上的人呢，发现亚撒黑死了，那被这个亚尼尔用回马枪长矛所刺死了，所以一群人就停在亚撒黑的身旁，但是亚撒黑的哥哥和弟弟约押应该是2个哥哥，约押和亚比筛继续追赶亚尼尔，一直追到天黑啊。所以天黑他们到了基遍的附近，面对亚玛利山啊，一样应该也是在基遍的附近。那他们亚尼尔呢，已经被追赶了一整天。所以他在山顶上，那呼叫约押，说，我们要永远打下去吗？难道你不知道到头双方的冤仇会越结越深吗？那这应该一开始就知道的事情，但是这个梁子已经结下了，那其实两边也没有好处，那虽然大卫赢了，但是大卫这边赢了，但是大卫这边的元帅的意思就是要赶尽杀绝啊，但是呢，他们又杀不死这个亚尼尔，甚至连自己的弟弟小弟亚撒黑都死在亚尼尔的手上，所以约押在这边的对，亚尼尔在这里的这段话呢，就是是求和了，说赶快结束吧，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那所以约押才回应，这个回应呢讲白话就是说你因为是你说要求和，我们才愿意停下来，放你走，如果你不说的话呢，我们绝对会追你到底啊，但是呢其实也是追不上，所以这一个事件呢就到这里，只有暂时告一段落，所以这个征战呢就到这个山头上为止。那再请苏清长带我们来读29节到32节。亚尼尔跟他的部队整夜行军，经过约旦谷，渡过约旦河，第二天走了整个上午，才回到马哈念。约押放弃追赶以后，就集合他所有的部队，发现除了亚撒黑以外，还少了19人。大卫这边杀死的亚尼尔，便从便雅悯之族带来的人，共360人。约押和部属把亚撒黑的尸体带到伯利恒，葬在他们家的坟地，然后他们再走了一夜，到天亮才回到希伯伦。好，那这一段记载非常的详细仔细啊，就是这个作者，那肯定不是撒母耳，因为撒母耳已经死了，但是呢，这个记载呢，
把这一场的战争怎么开始的，中间怎么经过的，怎么追赶，怎么逃到山上的，然后怎么样停下来的，好，那写得非常的仔细啊，好，但是因为是到了太阳下山，好，所以大家都看不见了，好，那所以这里后面29到30讲到他们两个军队两队的人马呢，在夜间继续来撤退的，在夜间撤退的这个部分啊，所以亚尼尔呢，他们在夜间撤退，经过了约旦谷，就是来到了亚拉巴，好，那到第二天才回到马哈念，就是伊斯波设扫罗的儿子做王的地方。所以他们是连夜的退回去到马哈念，而约押放弃追赶之后呢，好，那就集合他们的部队，除了亚撒黑死掉之外呢，好，那他们还少了19个人呢，好，所以可见以两边的实力来讲呢，大卫家是比较强，因为他们损失了20个人。那亚尼尔这边呢，好，损失了有360个人啊，好，所以这两边的数字呢，好，相差了18倍哦。好，那也可以看出两边的实力越来越差别哈。那但是呢，亚尼尔呢，大家怎么样追呢，都追不到他，所以呢，以至于这个也不能够说完全的获胜。好，那约押就是大卫家的元帅，跟他的部属把弟弟亚撒黑的尸体带回到伯利恒啊，伯利恒就是大卫的故乡。好，那当然这个也是这个约押的故乡，因为他们是亲戚，那就站在他们家的坟地，好，然后又走了一夜，到天亮才回希伯伦了，回到大卫的身边。好，那所以今天这段故事呢，让我们看见，好，那他们一个是扫罗家在约旦河东的马哈念，那大卫家呢从这个喜格拉好来到了犹大的希伯伦，好，并且在希伯伦做王，好，但是他们却在基遍好的池子相遇，那这个相遇呢，好，造成这可能是不期而遇，但也有可能是约好的，好，有可能是约好的，好，那这样约好的呢，好，他们自己人好当作仇人一样的较量，好，然后研发出来这些事件呢，好，那明天第3章、第4章呢，我们就会看到，好，都跟这个事件有关，好，那约押后来怎么死的？伊施波设后来死了，好，那扫罗家呢，好，就后继无人。所以，这个也是上帝的旨意啊，只是在撒母耳记下呢，花了很长时间来铺陈。那我们今天看到亡命天涯的大卫，终于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土，那他被这个扫罗追杀追赶了，可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他回到犹大自己的故土呢，好，那甚至呢，在上帝的安排下，很顺利的，好像理所成章。好，其实前面都有铺陈，那他就成为犹大人的王啊。那大卫虽然不敢杀受膏者，好，他一直留扫罗的命，好，但是呢，扫罗的部属，大卫的部属呢，好，都跟着他们主人呢，好，就是互相积怨越来越深，所以他们提出的比武较量，但这样的比武呢，好，不但是引来战争，甚至让梁子越结越深。那亚撒黑就命丧在亚尼尔手中，那也让我们看见，在仇恨当中没有赢家，好，那在仇恨当中呢，谁赢谁输呢，都是输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祷告让我们明白在仇恨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够来容神益人也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饶恕的赦免让我们知道这个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愿意饶恕我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做的是要来容神益人，是要来贴近天父的心也求你除去我们在生活当中或是在日常当中工作当中各样的竞争、各样的比较、各样的仇恨
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来化解让我们学效法耶稣基督的饶恕和赦免，也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能够带来和睦，才能够建立荣神益人的服事，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肃清长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主啊，你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当中，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神的你们宣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来往行走在你所居住的城市。